凤鸡毕鸭狗。哎，毕鸭狗，毕鸭狗，毕鸭狗啊！不要再打扰他了。欢迎来到汉语班上松。那今天一样要进入我们的独家暗自 say。没错，那今天要谁来自我介绍一下呢？从关关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關韶文。大家好，我喺香港來的達，耶！大家好，高雄小孩拿拿好。大家好，我係馬來西亞女嘅 CCY。大家好，我係應真，我是應真。没错，那今天的独家暗自 say 要 say 什么呢？由谁来猜题呢？就是坐在正中间的 Nanako。看起來很聰明的。麻烦这个提示写老派一点，照我年龄了，奔四了，拜托拜托。遊戲規則也係一個合作遊戲，試提示人愛寫下答案嘅提示，還講用漢語念出來。哦，聲音哦，提示當中係講要從開始就會做先小錯。團內人有2敗機會，係講跳一敗團唔錯嘅，聽耳朵做得用 QQ， 大家叫下合作團出答案，就做得完成任務了。好，那可以先戴上我们的眼罩以及耳机。裡面不會是甜蜜蜜嗎？里面都是一些愛情。還沒播啊！我沒有作假，就還沒播嘛。好，來，那我們來公布今天的題目嘍。今天的題目是風箏。風箏哦。怎麼？為什麼大家都在一個微笑？哇，好難哦。我們的啟八英老師。哇，这个什么方向好呢？這很老派，怎麼辦？好難哦。有點啊，可以，有什麼老派的有風箏的歌嗎？完蛋！好，那我們來3、2、1，請翻版。哎，不錯哦，這個不錯。我原本要寫哦，我本來也要寫這會飛，還好。我也不要寫飛，但我覺得有人會寫飛。我們的要擦掉。其實這一首他可能沒聽過。對，對啊，這首歌很年輕哎。這個歌10年了耶！要20年前。你要20年才行啊。對不起。好，那需要啟八英老師救援的。叫。好，來，那我們請Nanako回來吧。拿歌，靠你了。可以。可以，這個你會猜到。輕輕鬆鬆。他們還安排了那個暗自 say 的行程，要先從尹真開始。哦。一數鳳雞畢鴨狗。艺书什么东西必定要有，哎，畢業狗。狗啊！不要再打擾他了。CCY。好，來咯，我來。小朋友搞。小朋友搞，還沒有講完，我還沒講完哦。嗨，就家。小朋友非常怕的，是嗎？完蛋，我的情緒錯了嗎？小朋友搞就家。吊車驚，好的，我們數風飄飛，隨風在飛，也可以。香港腔口抓到了，沒有，我跟你講，不是，呐，你猜的跟他寫的根本不一樣，可是也可以啦。隨風在飛，小朋友跑得快，隨風在飛。來，給你一個關鍵。謝謝韶文。領興，好難哦，這個領興。完全怎麼很冷嗎？不是有畫面，領興，冬天是嗎？有氣候跟氣候有關係嗎？領興maybe 有一點點關係。有嗎？很冷的天呐。好，Nanako，請問你的第一輪的答案是？都對。風聲。哇靠！再來呀！哇！你可以猜得到風箏，卻猜不出來畢鴨狗。餅夾狗是什麼？很難欸很難。餅夾狗。對不起，餅夾狗是什麼？畢業歌。哦，餅夾狗。那你知道有這首歌嗎？
哎。对啊，他10年他就是没听过。我知道，我也听过什么重蜻蜓呐。对啦，那你到底是在谁那边猜出来的？这个很这个重要吧？跟小朋友跑嘛，小朋友跑，然后你说会飞嘛会飞啊，那小朋友偏飞，感觉就只有风筝啊。对啦，对啦，他们2个啦，你是我的神队友，他们2个可以下课了。爱到我应该爱嘅人，心情像冰子一位强阳啊，愛情啊！行業班上說分享實況係嘅888事業朋友 coffee 有黐係咪？講義講行義，家下係講嘅通話，你就有戀愛艱苦嘅感受冇？有冇？冇？好，你哋戀愛同順利呢，恭喜哦！我來教大家講客話。放風箏，客話很多冰字嘢喎，個腰一隻字呢，就係腰婆老鷹的意思。客話風箏係形容用字做嘅老鷹，係咪當神奇啊？冰字嘢喎，唔講那種年紀請考高字嘢喎咧。冇錯，就係二條，還有二條小朋友。那我一隻講法係講4年呢，咁二條啲冰字嘢會愛去哪邊冇？哈，公園，咁到公園呢，地鋪做乜嘅咧？啊，向阿爸買字嘢會唔係啦，係向阿爸拿定字嘢會做當家。哎呦，字嘢位啊，就會比起來哦，還有一隻重點，字嘢位我捏縫標，捏縫就，迄縫腔唔錯嘅話，字嘢位比唔起來哦。咦，咁有夾，咩有慢啊？反而都走得慢，客話都行動慢，老人家行動慢冇要緊，唔會跌倒就好咧。小朋友。4年呢，公園走當家，行動慢。苗栗呢，當然就我有自由節，這片吼，這時候我有當到專家，我不用自由誒，本大家看咯，係有興趣嘅話，一定要去苗栗，當然就有自由節。自由誒比起來，人哋要做乜嘅咧？哈？看阿爸不用自由誒，安尼阿爸當強呢？甲自由誒不用提後，我做乜嘅咧？食涼水，沒做得啦！一片食涼水，一片數看行業班上送，下課。恭喜娜娜扣！老派的題目找我，因為風箏現在沒人再放了，也算是老題目，你知道嗎？對，也算是老題目啦。不是小朋友是你在玩的吧？這個你以前在玩的。